香港浸會大學中文辯論隊隊員郭俊先生。政府會由中國語言隊負責導師石俊先生。而家會介紹對賽雙方嘅結論。勝方為聖公會林湖中學，反方則為東華三院陳少中學。今年開完比賽，時間比賽。又介紹雙方辯論員，正方主辯黃子柔同學，正方一副盧楚橋同學，正方二副陳永欣同學，正方結辯葉子晴同學，反方主辯梁子浩同學，反方一副洪臣海同學。反方結辯余永嘉同學，反方結辯陳雨晴同學。本宣讀賽規，參賽人獲攜帶書籍、平板電腦、手提電腦及參考資料到場，為嚴禁攜帶上台。參賽論語發言時，可使用不大於15厘米乘9.5厘米嘅提示卡。比賽進行時，嚴禁台上嘅台下作任何直接溝通。對決雙方辯論及負責導師包括辯論隊教練、比賽主席、評判及聯會成員可以喺比賽會賽過之後提出有關情況，經會及評判規成立後，交由評判處理。違規嘅可被扣分或取消參賽資格。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為入名、書名及專有名詞可以使用內語。除以上3種情況外，一旦懷疑使用內語，主席會立即要求評判投票是否需要扣分。若過半數評判認為需要扣分，各位評判可自行決定對該隊員扣除1至5分。如對專有名詞有疑問，參賽隊可將希望在場上使用嘅專有名詞印或寫在紙上，並在比賽15分鐘前交由評判審核。如果過半數評判同意，雙方則可要今場比賽使用。而家先有請反方宣讀今場比賽唔準使用嘅國語。係 Dr. Menkala 係一個醫學專家。任何台上台下之辯論員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雙方主辯法定發言時間為4分鐘，副辯發言時間為3分鐘，結辯法定發言時間則為4分鐘。喺反方辯護發言之後，會進行台下發言環節。反方環節過後，先由反方結辯作結，再由正方結辯作結。各辯論員發言時間完結時，計時多延續一下。以示發言時間即將完結。喺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多延續按鐘2下。辯論員需盡快結束辯言詞。喺法定發言時間終止15秒過後，計時會連續按鐘數下。
超時之變量會被扣分，發言時間以計時嘅計時器為準。只要計時件先超過法定時間12秒，即第15.01秒過後即屬超時。扣分制度如下：法定發言時間終止15秒過後，每過5秒，我喺評判將於辯論團所得分數扣除分，此類推，不足5秒當5秒計算。計算員有責任確保計時及量鐘準確，為計算員有所失誤時，一經發現立即請示評判。評判可以決定是否保喐時間或自行調整分數。如果過半數評判適用受協向之辯可重新發言或補足時間。喺正方一方發言前有1分鐘嘅時間給予評判個記錄雙方主線。喺雙方結辯發言時有1分鐘嘅時間給予雙方結辯作準備。相對在個位嘅賽分有冇分？若果冇比賽，日即將開始。首先有請正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晒計算時。即係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審視辯題先由定義開始。安樂死分為兩種，一被動安樂死，即係預設醫療指示之下停止植物人嘅維生治療，令病人自然離世，目前經已合法。二主動安樂死，即今日雙方嘅討論重點。根據醫管局係指透過注射或者服用藥物作為醫療護理嘅一部分，令病人直接死去。環顧全球已有23個國家，包括荷蘭、比利時、新西蘭，將安樂死合法化。而香港根據2007年《東方報業民意調查》，近70%市民支持推動安樂死合法化，可見成個社會嘅趨勢對安樂死嘅態度更為開放，成為民心所向，構成一定需求。有見及此，我方倡議港府將主動安樂死合法化，並建立一個完善嘅處理體系。第一，病人需自行向醫護會責進行安樂死嘅意向；第二，病人需要經過至少3名醫生評估其病情同埋意識，確定病人符合醫管局對末期病人嘅定義，即患有嚴重持續惡化同唔可逆嘅疾病，而且對針對病人嘅治療冇反應，預期壽命短。第三，病人會有14日嘅冷靜期，最後由醫生確定病人係喺意識清醒嘅情況之下，先同意先再進行安樂死。過程中家屬必須知情，但係無需得到同意，尊重病人自主決定為原則。今日衡量辯題嘅標準在於香港安樂死合法化，可以平衡病患家屬同埋社會嘅利益。我方正論辯題原因有二：第一，舒緩病患家屬痛苦，完善醫療體系。任何情況下，病人都應有對自己身體嘅絕對決定權，而醫護嘅角色即係以專業醫學嘅角度為病人分析病情，協助病人做出最好嘅決定。可惜現時末期病人並冇選擇安樂死嘅權利，即使可接受殘藥式治療延長生命，但係心理上嘅痛苦並非常人承受。以食道癌為例，病人嘅疼痛喺內臟傳出，無論點重創都無法消失。台北市立聯合醫院醫生張呼籲都同意，即使施打嗎啡等藥物緩解疼痛，仍有40%末期癌症患者會面臨重度疼痛。仲會伴隨換心、嘔吐、便秘等嘅副作用，令病情雪上加霜。而期間痛苦嘅唔單係病人，仲有身邊家屬。以小島衛生症為例，病人意識清醒，但身體機能唔可逆咁樣退化，日常講嘢食嘢都有問題。家屬需24小時照顧，家屬負擔之餘，病人要承受巨大心理壓力。難怪社團都指出，一般末期病人會患上心理疾病。當病人繼續接受治療，但係心理同心理嘅痛苦亦都係好大。點解唔將安樂死合法化？病人可以以最安全舒適嘅狀態行最後一段路。第二，釋放醫療資源，減輕醫療負擔。醫療資源係無限嘅，因此港府應將資源妥善分配。根據香港政府公佈，平均每位醫生需要照顧463位病人。而且除咗港島兩個聯網外，所有內科病房住院率都超過180%。難怪香港癌症資訊網數據都顯示，癌症病人平均需等60日先獲得首次治療，輪候時間英國3倍，澳洲嘅4倍。可惜英國醫學期刊嘅研究報告都指出，癌症患者延遲治療1個月，死亡風險已經增加咗13%。我方並非崇尚末期病人安樂死，只不過當病人已經冇任何求生意志，認為自己生存比死亡重要，有方仲要花大力資源強迫佢繼續生存，只會令醫療資源
發現到有最迫切需要嘅病人路手不到眼。最後想問有個同學，當一個人求生意志薄弱，安樂死對病人而言痛苦係多咗定少咗？多謝各位。對方主辯嘅發言時間為4分09秒，過時需扣分。加懲查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咁有細嘅時間。各位大家好，關懷痛苦嘅生命給予尊嚴地離開呢一份仁慈，我方十分贊同。但如果將安樂死合法化，明明只係一種咁純粹直接嘅美德，點解呢個世界就得少數國家已推行合法呢？我方明白有方設立嘅方案會講求醫生證明，事主向醫生報告14日冷靜嘅時間，目標係確保只有最少數最值得使用安樂死服務嘅人能夠符合資格。但何謂值得？門檻並非永遠不變，因為安樂死合法化法理邏輯在於將以死亡結束無法忍受嘅痛苦轉變為一種合法權利，所以所有忍受緊劇烈痛苦嘅人都應該獲得安樂死嘅權利。世界上已經推行安樂死合法化嘅國家，無一例外地都面臨緊門檻不斷降低嘅壓力。1994年，荷蘭最高法院判定，即使冇罹患身體疾病，只要因抑鬱而精神上感到痛苦，都符合安樂死權利。2014年，比利時通過法案放寬，不再限制年齡。2016年，加拿大法庭為確保平等，判定身體殘疾或疾病後遺症都符合安樂死資格。所以安樂死合法化並非只牽涉到一笑絕人嘅利益嘅權益，而係問緊邊個有權利可以安樂死，我哋點樣判斷邊個有資格判斷嘅一系列問題。故此，今日衡量辯題嘅準則應為我哋能否接受安樂死合法化後對社會價值觀衝擊所帶嚟嘅社會成本。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一、模糊生死價值，權利難以界定。本身社會對死亡權冇共識，但共同價值係生命值得珍惜。所以時至今日，廣大醫學界包括香港主流意見都明確反對安樂死。即使係行咗安樂死嘅國家，例如荷蘭，佢哋嘅醫生受訪嘅時候都會表示，縱使嘗試用客觀標準嚟評定痛苦，最終仍然要病人嘅主觀感受作為主要嘅考量。台灣前衛生署署長楊志良都話，難以忍受嘅痛苦好主觀，所以佢反對安樂死。今日只有決定可以安樂死，聽日係咪老人痴呆、抑鬱都可以啊？當死亡權以痛苦、尊嚴、生活品質啲主觀因素作決，究竟有咩痛苦係值得安樂死呢？第二，成為輕易選項，降低生存能力。香港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主席李遠大表示，喺20年前因為跳水失手而導致全身癱瘓，但就慶幸香港冇安樂死。佢話起初會認為只係婦女，但有尋死嘅念頭，但後來得到路人嘅鼓勵，諗通咗。香港舒緩醫學學會委員謝文華醫生都表示，病人要求安樂死，好多係因為過程中嘅痛楚，認為只係負累或者抑鬱症。其實只要得到適當嘅治療，病人係唔會再尋死。善寧會執行委員周義文表示，一旦安樂死合法化，只會鼓吹一死了之作為解決問題嘅方法。有方話保護生命尊嚴，好聽啲就減輕痛苦。事實上係有一啲病人本就會接受安寧治療，但因為多咗可以死嘅選項，反而更加快放棄。喺加拿大，當病人面對繼續治療或者安樂死兩個選項，往往會因為唔想成為家人嘅負擔，或者社會支援不足，選擇安樂死。喺2021年，加拿大接受安樂死嘅人數比2020年增長32%，去到2022年再比2021年增長31%。喺1年裏面就有13241人以安樂死形式死去。當社會提供放棄呢條捷徑，會令到更加多人放棄尋求協助。究竟仲有乜？究竟係咪一不合理嘅打算咧？都係講出。當主席嘅發言時間係4分02秒，我需扣分。而家有分鐘時即係草由相當取消。
與性教育時間結束，有請正方因父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咁樣嘥計時先。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我方就問有方多一個人求生意課約安樂死對病人痛苦係有幾多咧？有方同學唔敢答。第一啦，我想回答翻有方同學就話，安樂死咧就係會構成濫用啦。咁點樣會構成濫用啊？而家香港被動安樂死同預設嘅嗰個指示都合法咗啦。點解有方同學去辯佢質疑呢個會唔會有濫用問題啊？麻煩有方同學就列舉多啲例子論證啦。再者，今日我方主辯已經講過啦，安樂死唔係病人話一句單一句話我想死就可以任佢去死，而係有好幾個醫生去診斷病人嘅狀況，睇下病情需唔需要去到安樂死嘅程度。假如今日安樂死批准咗病人去安樂死嘅話，個病人仲可以有14日去冷靜期去思考，隨時都可以撤銷安樂死嘅抉擇啦。咁慎重嘅方案點解會有濫用嘅情況咧？咁今日有方同多謝有方同學啦，今日都承認咗安樂死就可以帶俾病痛解除病痛啦。咁但係只不過係擔心社會就會去抗拒安樂死呢個問題。咁我哋覺得安樂死就可以即係喺《東方日報》嘅民意調查都發現咧，有70%嘅受訪者都係贊成香港實施安樂死嘅，所以有方同學所擔心嘅問題都係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嘅。咁有方同學你係咪唔反對安樂死㗎？再者，聽完有方同學嘅主辯，今日有方同學針對執行細節嘅問題，就包括就係制度有風險啦，或者會被濫用啦，但係全球各地已經有唔少國家係含有即係合法咗安樂死。再者，即使制度係未完善咁，我哋都應該參考外國嘅例子，建立一套透明謹慎嘅批判機制，俾免有方同學更加擔心嘅問題，而唔係苦木導致避開討論。照有方同學嘅邏輯，所有嘅制度都必然有漏洞㗎，做手術都唔係100%成功啦。咁點解有方同學會覺得病人咁有方同學咪覺得病人連手術都唔應該做啊？我方主辯已經強調咗，合法化安樂死係適用對象，只不過係一啲患上係無法逆轉嘅病人啦。所謂無法逆轉嘅疾病，只不過係因為係當前嘅醫療制度、科技嘅研究底下都無法揾到任何一個方案係可以令病情好轉啦。咁其實我哋咧雙方都幾同意係要生命係好寶貴嘅，應該要被尊重嘅。但係最大嘅分歧位就在於尊重生命係咪真係代表無限續病患嘅痛苦咧？香港復康會研究及倡議中心顧問陳芬玲女士指出，好多絕症嘅病患者都係由活動不便逐漸就變到係要去求診，甚至要去等待，加上缺乏支援底下產生心理嘅壓力。我方唔係要推人去死，而係要俾病人有對自己有一個選擇權，讓生命喺最平靜、最有尊嚴嘅方式結束。多謝各位。方一副嘅發言時間為31秒，我需扣分。有食牌方一副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超過晒其時。主席評判最後一下好，其實今日雙方同意啊。安樂死咧喺嗰啲面臨喺極端痛苦嘅病人身上係有佢嘅價值，但縱使今日佢真係再有價值都好，我哋都不得不考慮，當一整套系統搬落嚟香港嘅時候，會發生啲咩事。所以先睇有方方案，有方案咧同我講話會有14日冷靜期，但係有方案要論證點解14日咁短嘅冷靜期之後，病人已經深思熟慮，上車嘅心不可以被改變咧。所以第二日有方案咧同我講話會有濫用。但係我方咧，因為從來都冇講話會有濫用，所以有方咧唔能夠再打稻草嘅，所以今日咧就有方咧就以被動安樂死嚟同我哋作比較。但係無論講緊嘅係香港嘅醫管局啦，定係立法會咧，都唔會以被動安樂死嚟形容，一直都係講話預設醫療指示，直指同安樂死係完全兩個唔同嘅概念。所以有方咧同我哋講話會有3個醫生咧可以審批你份報告好好噶。咁有方咧論點2開出嚟咧同我哋講話。減輕醫療負擔，但係今日會有每個醫生對400幾個病人，但係今日仲要額外批咗3個醫生出嚟去審批呢個程序。有科學咧
點樣去論證到你嘅論點二咧？再睇下今日病人點樣喺呢個審批報告之中就能夠完整到地敘述佢嘅人生之痛苦呢一項咧都要論證。所以咧今日有可能喺台講話絕症咧，同埋無法挽回痛苦嗰班咧就要面臨好慘，唔係俾佢死啊！但今日精神病嗰班同樣面臨極端痛苦，點解佢就唔可以申請咧？今日患有漸凍症嗰班人同樣都好痛苦，佢哋又可唔可以申請咧？所以今日情緒障礙症、抑鬱症嗰班人同樣面臨緊極大壓力，佢哋又可唔可以申請安樂死咧？今日文憑試失手，對於前途一片迷茫，覺得辜負父母期望，唔想再生存嗰啲學生又可唔可以申請咧？所以有可能要回答在個位嘅係今日嗰班人值得死同值得死嘅界限喺邊度？派個辯委清晰交代。所以咧喺南澳洲嘅議會入邊都有議員質詢嘅，喺法律範圍以外嘅人咧，同樣都會感受到痛苦。點解佢就無法被納入法律咧？經過上議辯論嘅時候，議員駁回安樂死，原因係佢冇辦法相信有足夠嘅法理工具去防止好啲荷蘭同埋加拿大乜合法化之後出現範圍擴張嘅情況。所以想問有方，當物合法化咗之後，有人提出司法覆核，問你點解有唐氏症嘅女生活過咁痛苦，你都唔俾安樂死，咁我會點答咧？所以在各位，當今日安樂死擺最舒服、最無痛嘅結果就擺喺你眼前，影響嘅就自己由方案所包嗰班人。每當社會出現家人協助自殺悲劇新聞，社會都會再次擺對安樂死嘅要求。但係港大防止自殺協會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出，我必須要首先完善對一個病人嘅支援，否則只係一個妥協，而呢個妥協反而會令到病人更加難以生存落去。所以今日需要嘅制度唔係安樂死，而係真正適切嘅支援網絡。多謝各位。林邦一副嘅法庭時間為3:07，好過時需扣分。而家我請正方辯護，你有3分鐘時間俾個世界時。情況就有個咧好到意判嘅位置，跟住有翻學兩位議員開辯之後咧，發現今日有方諗得好悲觀，犯咗3個錯。第一個違反言行，今日有方同我一路質問方案問題話乜得14日，有冇時間俾啲患者去考慮？其實根本我就冇聽清楚係主辯一路都提過嘅嘢，一個醫生佢要服務400幾個人，有方你都識講啦。但係而家你就繼續唔俾佢繼續發安樂死，要令到呢一啲醫生冇得釋出床位俾其他嘅病患去用嘅時候，有方有冇諗過咧？今日有關安樂死嘅草案有爭議嘅時候，有方同我哋講話應該唔合法化，有外國有咁多誤殺嘅例子，點解有方香港會實施得到咧？但係有方同學就冇諗過一啲安樂死合法化病人，根本上佢哋嘅意願完全都冇理過，淨係純粹擔心一啲可行性嘅問題。但係根據一啲香港嘅民意調查都表示，有70%嘅受訪市民都係贊成香港實施安樂死嘅，所以有方係擔心嘅嘢全部都係一啲可以解決嘅問題，一啲實行嘅前置同埋細節都係啲好容易傷人嘅嘢。咁即係有方同學對安樂死呢個概念係唔反對噶嘛？咁所以而家所有嘅法例都要開始提出安樂死嘅時候，有方仲喺度同我哋講話咩外國嘅例子啊，有冇唐氏症應該要點樣做嘅時候，有方有冇諗過我哋真正香港面對曾經嘅聲音係有講幾多次一啲斌仔或者思維佢哋講過嘅一啲意願咧？第二啦，今日有方咧就完全轉移視線啦，我哋講話啲病人會好翻，要確保佢哋有一個清晰嘅意願啦。但係其實一啲講到冇查逆轉嘅疾病，我方已經提得好清楚，喺醫學上面係冇任何嘢係100%肯定。醫生淨係負責同病患講佢嘅病情係幾咁嚴重，而最後嘅決定權都係喺病患身上嘅喎。係視乎佢有冇意志力等到嗰一刻，或者有冇係過一個表望，可能淨係得1%嘅康復率。再講，可能嗰1%嘅康復率嘅代價就係治療途中好辛苦，可能每日都要食藥、打針，每個禮拜都要做手術嘅時候，佢一直攤喺醫院到康復嗰一刻。試問有方同埋所有嘅病人都可以為一個無擔保嘅結果去冒險同堅持咧？就算你肯堅持，都實會有人會想盡早解除。咁點解今日你要剝奪病患嘅權利咧？第三，今日有方就同我哋講話，病人會一時衝動，咁點樣確保呢啲病患會被無辜咁樣枉死啊？
其實我開主辯都已經提過啦，仲有一副都已經講到好清楚。其實安樂死唔係個病話，所以講一句想死就會死。我哋經過咗好多重嘅一啲評估同埋審核，要有3個醫生去睇，仲要佢當刻係簽意書先會確定佢係咪安樂死有一個清晰嘅意願。而醫生評估佢嘅病情，佢有冇得逆轉啊？佢當時意識係咪清醒？咁多重把關嘅情況下，病人一時衝動嘅情況根本唔會發生。而醫護即係按照職業操守去判斷病人嘅情況，非唔非安樂死，呢一啲先係真正嘅殺人兇手。對於被動安樂死係有問就係死，而主動安樂死就係佢哋都會死，所以就用醫學方式做啲解決同埋帶過佢哋嘅痛苦。其實兩樣都冇唔同，咁點解今日嘅方式覺得呢個大家多謝各位？正當已故嘅發言時間為3分17秒，有過時請每一平台該別分數才分。而家我請下方已故另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轉到請幾時？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好強調，香港已經有70%市民咧支持安樂死啦。但今日市民支持唔等於方案咧可以實施得到。所以今日有方咧同我哋講話咧，方案係要有3位醫生咧去審批。嗱，我翻一步都強調啦，你而家都知道醫療嘅資源唔足夠，你仲要有3位醫生去審批嘅時候，咁你點樣可以提供更多資源去俾呢一班釋放我哋嘅醫療資源咧？所以今日有方咧話我可能只係質疑方案，咁改方咪得咯？你14日唔夠，咪俾多幾日你咯。所以今日香港舒緩治療專科醫生胡金文都直言唔想香港推行安樂死，因為醫生咧要落主觀判斷，對病人而言咧係唔公平，對醫生而言都唔公平。所以穿咗，不論有方嘅方案點樣改，都避免唔到咧主觀判斷呢一個最大嘅漏洞。更甚啦，今日有方咧講話其他國家都行到，咁點解香港就唔可以試下咧？但今日咧根據其他國家嘅事例，一旦將安樂死合法化，大眾咧就會討論啦，絕症可以，咁點解精神病就唔可以咧？精神病可以，咁點解強迫症又唔可以咧？所以安樂死咧根本就唔會有劃一個標準咧，可以做到明確嘅方案。所以今日有方又再強調，被動安樂死行到嘛，咁點解安樂死又唔行唔到咧？所以我啱啱一步都強調咗，兩樣嘢根本就係截然唔同嘅方案。被動安樂死同埋安樂死根本就唔可以相提並論。所以今日咧，病人面對極大嘅痛楚，喺有安樂死嘅世界底下，我哋有3條路可以揀。第一條路積極治療，但係過程會好痛苦。第2條路選擇輕生，但同樣會感到痛楚。第3條路就係選擇安樂死，過程輕鬆冇痛楚，但看似有選擇，但我哋無法否認食一粒藥就可以完成痛苦呢樣嘢，本質上係好清晰，無痛嘅捷徑。佢嘅吸引力係令到好多患者喺最脆弱嘅時候麻痹咗解決問題嘅意欲。所以醫學與研究雜誌發現，18%嘅末期癌症喺深思熟慮之後選擇安樂死，但6個月後有超過一半人都會改變主意。所以今日有方問我方，有啲人求生意欲極低，點解唔俾一個選擇佢哋咧？但然而香港安樂死並唔係個人選擇咁簡單。醫學倫理學家 Fidel and Callahan 指出，安樂死會降低社會對自殺嘅禁忌，令到總體自殺率上升。今日嘅香港學生承受唔到學業壓力，長者承受唔到孤獨，自殺率一直都高企。但我哋一直都會同大家講，生命滿希望，前路由我創。但今日死亡如果被確立成為痛苦嘅解藥，點解呢班人唔會去食呢一粒藥咧？今日有方咧都好強調，提供咗安樂死咧就係俾一個自由佢哋，佢哋想死點解唔可以俾佢哋死？但看似係俾緊自由，其實無形中都係為佢哋嘅生命畫上價值。我方同意，每一個人都可以主觀衡量自己嘅生命應唔應該繼續生存，但冇人可以用自己嘅主觀角度去衡量他人嘅生命有冇價值。就由方嘅方案咁，由醫生審批，呢個醫生喺同佢傾談，同佢審批嘅過程，係咪真係能夠完全了解到佢嘅痛苦咧？所以今日醫生連病嘅診斷都可能有錯，有冇又點樣肯定佢哋對生命嘅價值唔會斷錯咧？多謝各位。反方已故嘅發言時間為3分0。對我方接住上台下發環節，同學發問者必須為該場參賽頭先學生。各位同學發問者最多可以發問2次。各位同學發問者嘅發言時間為1分鐘。發問者可以由計算將由方可開始。喺法定時間完結前30秒計時將會結束一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終結。喺法定時間終結後計時將會結束個鐘2下。是發問者必須立即停止發問。如果不停止，主席將立即終止其發問。因為我方喺1分鐘內如果被人派出代表上台下發問，當自動棄權咯。
除該隊損失15分之外，對方可全取該節內或達點分共30分。發問者須於1分鐘內提出問題，如沒有提問，主席、雙方台上及台下議員均可提出過議。如過半數評判認為發問一方沒有提出問題，發問一方無分，對方無需作答，獲得該題之5分。喺發問一方發問完畢之後，主席將要抽籤形式抽出答辯一方誰人作答，並將抽籤結果通知對方香港入邊嘅門。可辯論員不會回答全部兩條問題。答辯一方喺對方台下答辯都係跟住準備時間。準備時間之後計時將命中1次，示意答辯一方派出代表答辯，如1分鐘後未能派出代表答辯，當自動棄決論。每隊將有2次答辯時間，每次答辯時間2分鐘。喺法定時間完結前30秒計時將命中1次，以示法定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時間終結時，計時將結束當中2下時，辯論須立即停止發言，主席亦將立即終止其發言。而家有程式方派出代表作第1次台下8分，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全部曬計時10秒。有方嘅多個辯委發現有方所論辯點都好跳離今日嘅比賽，一時就話自動症，一時就話抑鬱症，但我方講到要符合病人嘅準則，有晒醫管局嘅醫生嘅看管，點解會出現有方所講病人會好主觀咁樣話自己好痛苦就安樂死到？我到睇有方係都知道其實病人有幾痛苦，所以先咁樣。痛苦唔值得被安樂死。當你上法庭報公書，啲保險都係話，都係由病人睇診醫生判斷。有方擔心講嘅問題係咪認為呢一啲機制判斷唔到病人嘅痛苦？多謝。次次答辯需要由法方辯護回應，有1分鐘嘅準備時間就開始。有請法方議員答辯，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曬嘅時間。各位大家好，有方問我方係咪覺得而家嘅機制判斷唔到一個病人有幾咁痛苦，先至會出現主觀判斷嘅問題？所以今日咧唔係我方講，而係台灣前衛生局局長都話，因為痛苦呢樣嘢係好主觀，醫生係好難判斷一個人嘅痛苦係咪值得去安樂死，所以我方先會問有方，咁漸凍症使唔使死？抑鬱症使唔使死？甚至我覺得有強迫症好辛苦使唔使死？其實有方同埋醫生咧都唔能夠作為一個客觀嘅標準。所以今日咧冇客觀嘅標準底下，點樣去確保醫生出嗰份報告一定係啱咧？所以今日無論係美國嘅內科醫師定學會，定係香港嘅醫管局，都明確反對將安樂死合法化。而係當醫生都覺得自己判斷唔到應唔應該用安樂死嘅時候，有方要點樣說服大眾安樂死嘅機制係足以做到佢嘅目的？點解單憑有方4位就能夠斷定病人嘅生死咧？多謝各位。有請反方派出代表嘅第1次台下發言，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曬嘅時間。仲有各位大家好，美國國家醫學圖書館統計安樂死合法化地區嘅數據，發現無論係比利時、荷蘭定係美國成嘅州份，都有安樂死合法化而導致自殺。大家講，對於抑鬱症病發率較高嘅女性而言，喺瑞士同荷蘭都見到安樂死合法化，甚至明顯地令佢哋自殺嘅數字升高。
另一份統計美國、荷蘭、歐洲及荷蘭安樂死數據嘅報告都指出，好多所謂防止安樂死唔用或冷嘅手段根本不具嘅有效性，令好多應該尋求治療嘅人過早死亡。請問有方係咪只要幫到一部分有需要嘅人，有其他人因而自殺、過死呢啲代價就唔需要理會咧？我哋覺得。呢次答辯需要由正方辯護回應，第一分鐘嘅時間從而家開始。呢次答辯而家有請正方辯護答辯，有1分鐘嘅發言時間，最多聲嘅時間。安樂死嘅，其實我都因為我方嘅方案已經講得好清楚，心理病根本就唔納入我哋安樂死嘅範圍入面。你講呢啲抑鬱症啊，全部都係可以逆轉，可以靠食藥或者睇一啲醫生可以解決到嘅嘢。但係面對住一啲可能全身已經癱瘓，攤喺個病床度，乜都做唔到，連衣食住行都要靠幫手嘅人，但係我哋今日咧有方嚟就反而唔俾佢哋安樂死咯，即係自相矛盾啦。今日有方就問我哋有方啦，世界開始變。話世界嘅荷蘭呢啲例子舉出嚟，已經就變得多咗人去安樂死嘅時候，其實咁樣咪代表咗世界已經開始變得開放咯。咁就因為更加多人都已經開始有呢個意識，冇係咁以前咁傳統咁你哋咁守格，我哋覺得安樂死就係死咁傳統咯。所以今日有方你講嘅嘢係完全係完全唔合理同埋唔成立喎，我哋覺得。而家正方係代表咗第二次法論，第1分鐘嘅發言時間，最多聲嘅時間。大家好，有方我擔心安樂死會增加醫療負擔，但好簡單嘅一個情景係，一個淨係需要判斷病情，一個係明明唔想醫，但係有方都夾硬塞個醫生，夾硬塞個床位俾佢，拖少至半年，長達幾年，等到佢自然死去啦。到底邊個更加浪費資源咧？好顯而易見啦。最後想問翻有方同學，一副講嘅反方案話支援網絡呢個方案到底點樣減輕病人嘅24小時，連鎮痛劑都減輕唔到嘅生理痛苦咧？多謝各位。電視答辯需要由反方主辯嘅第1分鐘嘅時間，開始。而家有請反方主辯答辯，你有1分鐘嘅時間，最多聲。
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問我方支援網絡點樣減低病人痛苦，我方同意有部分人係冇辦法逆轉疼痛嘅事情，但係其實有方舉咗好多例子話好多人好慘問我方幫，我方的確同情佢哋，但係佢哋唔一定要用安樂死。而家有好多地方都推行緊安寧治療，幫我哋減輕痛楚，亦都有令病人可以尊嚴咁離世。點解有尊嚴嘅離世一定要有安樂死先得咧？所以今日真正自相矛盾嘅係有方同學，一方面話公營當中專安頭又喺度。專安頭又話用3個，又喺方案入面話3個醫生幫一個病人去診斷。所以今日真正增加醫療負擔嘅係有方，真正平衡唔到利益嘅亦都係有方。然後再講有方又話可行性有70%人支持就已經大晒，但喺香港唔講可行性，跟住講天馬行空啊！70%市民反，70%市民贊成，但係咪市民執行呢樣嘢啊嘛？唔係，而家係講嘅係醫院點樣執行呢件事。再講啦，14日冷靜期嘅天位專家嚟講，有冇數據？有冇發言時間結束。因為成法方係代表咗第二次乜？你有1分鐘嘅時間，準備曬嘅時先。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話今日安樂死可以解放醫療資源，幫到醫生，但係今日無論係美國醫學會、世界醫學會定係香港嘅醫生都反對。有方講到咁幫醫生，點解佢哋都會反對咧？有方又話家屬眼見病人好辛苦，都好痛苦，合法化都係家屬嘅解脫。但係今日台灣前衛生署楊志良強調，安樂死對家屬嘅意思都係心理上嘅創傷。點解有方覺得減輕醫療資源，所以英國製醫院殘疾問題成員 Baroness Campbell 指安樂死合法化信息係選擇死亡比選擇與嚴重殘疾共存更能為社會所接受。最後想問下有方，無論行咗嘅荷蘭、比利時定係英國，都指出安樂死合法化都會令到弱勢社群更容易覺得自己生存價值容易構成。多謝大家。電視答辯需要由正方主辯回應嘅1分鐘嘅時間，準備交開始。有請正方主辯答辯嘅1分鐘嘅時間，準備曬嘅時事。有方就同我講話咧，即係用專業嘅知識一啲分析同埋同病人講啫。但係咧，佢我哋並冇講話咧，醫生係幫病人決定或者寫報告同佢講話你可以安樂死嘅。我哋淨係只不過係講話，醫生係用專業嘅知識去分析同埋同病人講，請佢自己決定。醫生係唔會判斷錯誤嘅，因為咧，如果唔係醫生嘅話，咁請問有方請回答係邊個去決定咧？仲有方今日咧將病人嘅痛苦不談，請你都更加即係分析翻同埋論證翻然後咧你話解剖醫療咧同埋病人嘅痛苦咧係兩回事嚟嘅。咁今日有方咧就完全忽視咗病痛啦，同埋冇法。我方認為咧就發言時間結束。台下發言環節結束，而家跟啲時間補雙方作總結準備，而家開始。
準備時間結束，首先我請大方結辯，你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準備提嘅城市。你即係聽觀眾嘅各位大家好，咁今日咧有分同我哋講咗好多新環節嘅痛楚，就我哋大家冇辦法切身嘅感受，我哋有離開嘅心。但係當我哋發發係一個白案，影響緊整個社會，相當因為英國、台灣超過80%嘅市民支持，咁就因為見到其他國家都冇辦法判斷安樂死嘅門檻同出嘅標準，所以有嗰個專家係而家去到點解香港合法之後就一定會放寬標準咧？而香港本地嘅門檻喺邊度咧？有不同我哋講喎，其實依家醫生都判斷唔到喎，要由病幾多種嚟講喎。所以我講咧，醫生都同我哋講，將啲實時用客觀嘅標準嚟評定判斷，終歸係用病人幾多種就叫做主要嘅考量。咁我哋究竟判斷嘅標準喺邊度咧？你覺今日一直高舉一個選擇嘅自由，點解方面又淨係俾生還見證人死喎？即係今日咪講唔到清楚究竟今日判斷嘅標準喺邊度咯？咁今日可能可能我見到都買唔到啦，又可唔可以死咧？不過如果係咁重要嘅話，咁今日有冇人設一個咁高嘅標準咧？所以今日俾你學生面對緊全解嘅難題，你可以選擇放寬我哋嘅標準，放寬我哋嘅標準。咁今日可以決定死亡嘅門檻咧，去到整去到決定，有冇人解釋唔到？就講今日嘅方式嘅同嚟講咧，今日醫療資源足夠，所以咧我哋就應該俾上啲人其實冇俾佢哋大用資源，即係我哋都好難去保護資源就唔光啦。即係今日我哋今日講就係防止自殺中心嘅總監與社區同我哋講話，即係依家好多決定嘅病人就係因為唔夠治療啦，所以會咁索求死亡啦。有方自以為但係做得高嘅話，好似但就係好似病人講話，佢死得唔會再爆血資源啦。因為當個配套都未做好嘅話，點解繼續就將安樂死合法化，就俾人多咗個可以死嘅選項咧？我自己都話，希望可以有話俾有專業咁離開，因為有專人離開處才都係淨得安樂死呢個方法。即係講嘅其實包括香港一個安寧服務，幫佢哋舒緩痛楚，幫佢哋喺增加要揾醫醫。因為香港係得300個床位，10間嘅得3間有安寧死服務嘅，所以唔係咁足夠咧。所以今日點解專業佢係一個備受爭議嘅話，定我嘅安樂死係由專業點嚟去咧？我哋更加合作嘅係安樂死會將無法忍受嘅痛楚合理嘅死亡，即係劃上等號。話俾大家聽，你痛苦係我哋唔值得承受，你啲低谷係我唔值得穿過。香港嘅人生活都好艱苦，好緊可能啲人放棄生命嘅念頭，有啲就好似過咗條線，你就係痛；過咗呢條界線，你就可以死。咁嘅情況下，我哋不需要自己堅持行落去咧。更何況今日呢條界線，無論係專業嘅醫生定其他國家嘅經驗都同我哋講，根本係冇辦法定義。即係今日我哋要問嘅係，我哋究竟需要一個協助死亡嘅社會，但係之後我哋行嘅社會咧？安樂死情況下面議題喺辯論場上喺立法會上都係討論過無數次，但係曾經我喺新聞都見到，因為香港冇安樂死，又覺得不於無謂嘅慘案就發生。咁立法會議員都話，安樂死特別係解決唔到根本問題嘅喎，只係換個死法。安樂死合法化本身冇改變到任何方嘅生存嘅念頭，即係用專業喺面前擔當個備受爭議、簡單粗暴嘅解決方法。最後個位，我哋成日都係諗，都冇辦法選擇出世。因為我冇就選擇嘅死亡啊，因為我對安樂死合理。當我哋仔細諗，生命嘅意義係在於我哋辦法做好咩？即係今日我哋已經全部疾病嘅低谷，一放寬慢性自動症之後，其實呢都話佢哋可以剩翻2年命，但係我都活咗50幾年咧。但我哋自己都揾唔到個答案。如果今日大家係想知道可以死，因為世界每個都唔會有醫學者嘅出現。今日唔係我幫輕自由喎，係有幫到殺奇的出現。希望多謝各位。方結辯嘅發言時間為3分43秒，冇過時，所以扣分。而家我請正方結辯，只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有個出嘅時間。主席、評判張組各位大家好，今日有分同學咧同我方講話，今日咧嗰個標準咧會不斷下降，但係冇啊，我夫人處邊開始同你講話，我哋今日嘅呢個安樂死嘅對象係講嗰啲無可逆轉嘅疾病啦，今日有分同學你講嘅嗰啲心理疾病啦，或者好大壓力咧係唔會包入去嘅，因為呢啲係可以食藥或者同人哋講就可以解決到嘅事情啦。跟住今日有分同學咧又同我哋講話咧，醫生嘅判斷太主觀啦，咁佢對病人唔公平。但我分今日咧都係全面講咗啦，醫生咧會用佢嘅專業知識啦去分析，跟住分析病人嘅情況，並同病人講啦，跟住由病人自行決定，所以係唔會存在醫生判斷錯誤嘅問題啦。跟住咧今日咧
有分同我講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啦。咁其實呢個預設醫療指示係由病人自己決定。咁點解有分同學覺得呢個其實冇問題咧？但係其實睇真啲啊，今日有分同學其實咧係今日有分嘅係被封建思想守舊嘅思想，其實係為香港人上咗千萬不必要嘅鎖。而我方就攞住呢個合法化安樂死呢條鎖匙，為逐一解開有關鎖碎嘅3層枷鎖。第一，末期患者承受嘅皮肉之苦同埋家屬辛苦治療嘅痛之鎖。因為我方由主編都開始舉咗好多末期患者嘅例子，例如思慧同局限嘅妻子等等。無一例外，呢啲病人長受病痛折磨，明知自己嘅病情無法好轉，短暫嘅餘生只會迎嚟日復一日嘅痛苦。但係因為冇辦法合法地自主結束生命，斷絕痛苦而被迫承受住難受嘅日子。有啲人只能默默忍受，死仍然受盡身心折磨；有人選擇自我了結，寧願以更加痛苦嘅形式，例如絕食咁結束無意義嘅生命。有病患家屬唔忍心見到自己嘅親人每日生不如死，因而患上心理疾病，甚至親手斷送父親嘅生命。但有分同學對正在上演嘅悲劇視不見，從頭到尾可以講話，呢啲病人都可以食藥可以做成。我今日同你講咩啊？今日同你講嘅呢啲藥係食，呢啲係要佢哋係呢啲食藥咧係改變唔到佢哋係即將會死嘅事實啦。同埋咧打呢啲嗎啡去啲止痛藥咧係會有副作用啦，例如屙嘔、肚痛。你要有分同學冇同理心啊！你而家唔會作為末期病患，明知自己冇金，但係都要每日靠醫療設備維生，瞓喺床上面等死嘅感受，而體驗過作為患者家屬嗰種望住親人受死一無絕望。咁有方同學一句唔應該點解被另外支配得身心俱力嘅病患同家屬嘅應該算咧？第二，香港社會嘅討論死亡嘅位之所，中國文化一直根深蒂固於香港，你日常生活多多少少都會受到影響。喺中國嘅傳統思想底下，死係嚴吉利嘅事，而4呢個數字同死嘅反應好相似，所以好多建築物嘅樓層都會跳過4、14、24樓。日常生活中，我哋都會盡量避免談及死亡嘅議題，因為個死字班人同菜聲，令死喺我哋嘅潛意識中成為咗一種嘅禁忌。咁有分同學正係受咗呢種封建思維關注，但係死亡終究係我哋人生中必須面對嘅課題。而安樂死嘅合法化正係一個機會，俾香港市民正式討論死亡。有方面，全港市民係時候要跳出傳統思想中對談論死嘅枷鎖，死亡並係件壞事。當人失去咗存在嘅意義，生命得翻折磨嘅痛苦，死都可以係種解脫嘅自由。第三，捆綁衝向生命嘅真理嘅枷鎖。我方當然明白生命可貴啦，但係生命可貴之處就係在於生死有期。我哋嘅一生都喺生命入面尋找其意義，但係當生命只能靠機器維持，自由唔再屬於自己，每日嘅生命就一直折磨嘅時候，任何人都有權利去選擇自己嘅生死，最大化自己生命嘅意義。咁有分同學企喺度，一好似我哋講話生命好寶貴，唔可以輕易咁去抹殺，就任由班病人承受無盡嘅痛苦，唔願意放手俾佢哋做出自己嘅抉擇，還佢哋一份自由同埋尊重。生命意義嘅係乜？每個人嘅答案都好唔同。但係我方相信，生命講緊嘅唔單止係淨係要睇存活落去，更加重要嘅係喺生存日子裏面，我哋自身追求嘅意義。佢叫嗎啡變成條命，靈魂被困於咁乜都做唔到，軀殼要點樣詮釋生命嘅意義咧？多謝大家。正方面嘅發言時間為4分09秒，冇過時，最後分。經過更新電賽各條座建築批評到時間評分。另外有關街面評分，評審團需要根據全場表現，包括學校發明給予街面評分。邊最佳勝獲得 A 得4分，次者 B 得3分，如此類推。第5至第9周圍評分都可給予同分。我哋今日有請各位評判就今日對賽雙方表現寶貴意見，我哋首先邀請成人先生。首先多謝雙方，我哋啱啱都即係唔容易啊！我呢條辯題即係一條萬年嘅辯題咧，就之所以人係萬年咧，就好大程度上都係有，因為即係好難界定、好難落定論啦。咁所以其實變咗係我覺得可能係一啲比較上難處理嘅辯題。咁先講一講雙方主先啦。正方開出嚟，我覺得正主開出嚟嗰個方案係幾完整嘅。
係啦，我捉到嘅就多啦，即係反方捉到嘅都完嘅啦。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咧，正方最大嘅問題並不是在於嗰個主線嘅設立，而係在於後場嘅推進。我唔知你係咪覺得反方嗰個攻勢唔中，或者係好似打緊啲唔關事嘅嘢咁樣？咁我自己覺得唔係，咁但係我會認為就係、當你嘅主線其實設立得 OK，你嘅方案細節亦都 OK 嘅時候，咁你後場就必須要用嗰啲嘢嚟早啲去拆解啲問題，而唔係留到可能最尾先至輕輕開頭，甚至其實我都未覺得拆晒。咁於是變咗出嚟嗰個情況就係好單一，我冇辦法俾到好高嘅6分你，因為你問我咧，正方其實1副2副，even 你去到接電腦啲位，我覺得都未切入到嗰個成場比賽你真正需要切入嘅嘢。更多你係講緊你主編講完，然後你入到最尾出到2攤、出到3攤繼續講咁樣，咁變咗你其實對於你成主線推進係冇幫助。係啦，即係好坦白講，你可能主編講完嘅嘢，我已經明咗7成甚至8成嘅時候，你跟住不斷講嗰2成，其實我覺得係你唔會幫我講到好多分。咁反方咧，調翻轉反方好似係我會話搶佔到個先機嘅。咁但係我唔肯定係你哋即係已經一早已經睇咗正方嘅料啊，定還是係你半屈半受咁樣如果去過佢啦？變咗咧就係其實可能因為正方對你嘅挑戰唔多。咁所以咧，有啲位你哋會過得有啲輕鬆嘅，會認同。咁但係我自己其實有啲 question mark 嘅，當然就正方冇問到啦，咁所以呢個唔夠分嘅問題嘅。咁咧我會想講就係你成場一個最大嘅戰場，咁就係究竟嗰個病人主觀嗰個問題。之所以有呢個戰場咧，其實好大原因咧，因為正方咧對於嗰個乜嘢人可以被安樂死咧，係有一開始講咧就係話無法逆轉。咁啊。點樣定義無法逆轉咧？就變咗做其實你成場比賽一個最主要嘅戰場。咁正方咧就喺呢個位咧就純粹不斷係強調無法逆轉、無法逆轉揾沒停。咁但係我其實唔係好知道正方佢點樣定義呢樣，即係我聽到成場都係啦，即係好似就係醫學判斷啦，又或者食藥叫醫唔到啦咁樣。咁但係咁我就有好多嘅春啦，包括反方好早問過嘅，咁殘疾都係不可逆轉嘅喎。咁殘疾係咪咧？定還是佢一定要步向生命末期咧？會唔會有條清晰嘅界線咧？係啦，即係反而呢個唔使正方嘅台客係聽到嘅，台客拋出嚟做喂保險你有㗎嘛？咁如果其實有呢啲嘅話，你成場上應該就問，其實保險你都定義到嘅時候，保險點定義咧？咁其實我好想問。咁於是變咗咧，正方其實係冇辦法我好解釋得到，究竟你哋口中嘅無法逆轉，你哋點樣去定？而似乎於是就變咗好依賴醫學醫生嘅判斷啦。咁於是呢個就係中咗反方成條 line 想講嘅嘢。反方想講嘅嘢就係話今日原來你醫生去做判斷啦，但係其實醫生點樣做判斷咧，就依賴病人啲主觀。點樣判斷安樂死啊？就係究竟病人你講話我同你講話我幾辛苦嘅，好辛苦啦，咁樣最後咧各樣嘢㗎 ，N 個人可能點？但係原來當呢一個客觀嘅醫學判斷原來係牽涉病人嘅主觀感受嘅時候咧，呢樣嘢就好唔可靠。反方想講嘅。咁但係咧，我個問題就係真係其實呢樣嘢啦。如果今日正方例如好簡單保險啊咁樣嘅嘢，其實係可以唔依賴病人嘅主觀感受去拋得出一啲乜嘢叫做末期，或者乜嘢叫做無法逆轉。而你問我唔覺得無法逆轉一定係一啲，即係尤其係你佢講到末期呢個 term 嘅時候，我唔覺得一定係必須要依賴病人主觀感受。可能病人主觀感受係一個某程度上嘅加分，令到可能我判斷你係有必要接受安樂死，同埋冇必要或者比較冇必要係啦。但係最核心嗰樣嘢或者佔最係比重嗰樣嘢，可能仍然係你個病情啊，或者係其他醫學嘅數據啊嘅時候咧，咁似乎嚟到呢個位咧，我會覺得其實反方未必，我唔知你會唔會少話，因為正方冇提出啲質疑啊咁所以你問我其實最大個戰場係呢樣嘢，我會覺得今場反方係佔咗先機，一睇因為反方嘅主辯一出嚟就已經落到呢個位置，咁於是變咗你後場喺你正方冇太大嘅質疑又冇推進嘅時候，反方攞住呢點繼續推落去咧，就會打到好輕鬆，係啦。咁但係調翻轉啦，呢個同你俾台下嘅出 Q 嘅兩位教練啦嚇，咁我覺得其實兩邊嘅問題都係相當之精準嘅，係啦，即係包括正方其實一嚟就好明顯就捉咗嗰個主戰場嚟嘛，咁而同時咧我都欣賞第二條 Q 就嘗試將場上嘅戰場唔好淨係放喺你哋嘅 point one 啦，嘗試拉翻落方都講翻資源啦。咁呢一點咧反方場上面做咗多少少嘅。
我會認係啦，就開始講翻啲解放資源啦。於是就去到最後結辯嘅時候開始出翻呢樣。咁但係你問我其實可能因為我自己嘅判斷就係前場其實始終都比較多關於第一個論點嘅爭拗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咧可以少少轉入去，一係就將嗰樣嘢純粹大推落佢自己幫助咁。咁但係我覺得台下呢樣嘢係合理，亦都係好嘅。咁最後想講就係台下我會覺得台下最重要你真係要答到條，即係當然你可以花時間去論述你自己嘅嘢咁樣，咁但係即係如果我 drop 到一邊問嗰條問題而你係冇答到嘅話，坦白講我好難俾到高分係啦。咁所以起碼即係你驚嘅，我嗰陣就一輪就答咗條先。因為你講，我覺得今場係有咩情況，我極點睇佢哋呢度。先生明住，我哋接住成鳩嘅。先講我一開始我入我未聽你哋講嘢嘅時候，我覺得咧先天上咧。常人望落去第一下咧，正方嘅價值上嗰個道德高地咧就會有啲大，因為喂，好苦喎，佢又唔係死咁樣，咁但係又唔可以算係生啦，咁佢而家半生半死咁樣，咁你想點啫？你快啲俾我識。咁但係咧，我覺得呢方面咧，反方喺處理佢嘅主線上就採取咗一個好聰明部署。就係俾正方嘅道德高地嘅，因為好老實講，我落食奶我唔會覺得呢啲係，次次都係喺度搶道德高地，即係成個比賽嗰種。反方喺個主線嘅設計上，我覺得好聰明嘅一個地方就係佢捕捉到一個，我覺得第一下聽嚟好似有啲新嘅一個道德高地，而我覺得正方今日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咧。就係冇去處理佢呢一個嘅道德高地，因為我估你哋應該係我諗到對面佢呢種嘅報策，你哋一路就係諗緊我即係對面一定係要講濫用啊，一定係會話係多安樂死啊。某程度上呢件事係正確嘅，但係同你哋嗰個理解有少少，你哋嗰個理解係反方會話你一立咗條法出嚟咧。就即刻會有多人負責安樂死啦，咁就嗱，咁然後你就不斷我哋嗰啲即係程序啊、3.7審批啊、甚至係冷靜期咁樣不斷都有反覆，但係其實對面唔係講嗰啲嘢，對面唔係話你一立完條法，立法會一通過一個法案就即刻會係立。佢想講嗰樣嘢咧係一個 slippery slope，即係呢個係一個我哋倫理上面嘅，即係講緊政策上面嘅一個加嘅一個數據。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咧，你一件事可能啱啱確立完，你確立完一個道德嘅一個標嘅一啲原則，又或者你去立咗條法，一開始唔會係有問題嘅 ，OK。但係你立完條法之後，佢引致嘅後續討論，就會令到啲法例本身可能會冇問題，但係佢可能會 lead to 一啲唔好嘅法例，或者一啲唔好嘅情況。因為今日反方，如果你聽佢嘅反主咧，佢從來都唔係講緊濫用。即係佢唔係講緊呢一刻嘅，佢從來係講緊嗰個權利係難以界定。咁佢就講嗰啲老人痴呆啦，講嗰啲精神病啦，咁樣。佢就話：佢唔係話呢一刻你立完安樂死之後，精神病冇晒，因為你個方案真係唔同。佢嘅意思係話，你而家就話你淨係俾絕症啫。咁但係當你話，我哋而家香港社會咧，我哋開放安樂死啦，暫時俾絕症。咁但係後續啲人就會開始諗啦。咁你一開始話絕症好痛苦，咁你就俾佢安樂死啦。咁然後就會開始有人思考嘅喎，精神病啊，或者佢講緊啲咩冷酷病啊，其他嗰啲殘疾啊，咁嗰啲人都好痛苦啊。咁係唔係應該俾佢安樂死？咁呢一個後續嘅討論就會 lead to 嚟嗰個安樂死嘅嗰個範圍擴大。佢想講嗰個係個範圍擴大。咁我哋覺得呢一個係即係正方對於反方條主線嘅一個都話唔入奇，我覺得係貫穿全場都係有一個咁樣嘅解喺度嘅。咁所以喺主線上面嘅問題，我覺得正方嘅主線係即係都係好直路啦，即係冇乜大問題嘅。但係喺 gap 對面條主線方面就有一個
即係比較大嘅一個理解上問。咁所以我講完主線，我就想講後場嘅交鋒啦。去到睇下先，正方講完好啦，跟住講紅。我想問下咧，你哋對於呢個即係所謂主動安樂死同埋被動安樂死個理解，因為結果係話都話冇分別，你覺得點解冇分別？即係我平陣聽緊。即係呢個係基上嘅地方。反方，我想知你對於主動、被動安樂死係有冇分別咧？你覺得點？如果有分別，有啲冇分別咁，點解有呢個諗法？係有分別，因為主動安樂死佢嗰將安樂死當成，因為佢係一個好舒適、好無痛嘅方法啦。即係可能有一旁係你自己係主動尋求一旁，跟住就可以無痛咁死佢啦。咁而被動安樂死，即係無論係醫管局定係立法會都同你講係，即係佢唔係一個主動尋求死亡嘅過程。佢係一個係自然，我想知道個情況啊！我開始講到啦，而家佢係一個自然死亡嘅過程咯，即係無論係拒絕維生治療定係呢個放棄治療都好，佢都係個病人自己慢慢咁死咗。個重點係乜嘢？自然地死去，係自然地死去，咁即係佢無論如何，嗱首先佢嗰個被動嘅，你可唔可以實質咁樣描述下嗰個所謂嘅被動安樂死，係實質上做嘅啲咩？好啦，葉慧，被動安樂死就係佢已經病入膏肓啦，佢其實個醫生做嗰啲咩？打針放棄，被動被動，你使唔使翻去今日治療，被動係即係佢掹仔啊嘛？係即係即係佢本身搏呢條喉嘛，即係講緊佢本身係植物人嘅關係。呢一個位，我覺得你哋係 kind of get 到有個分別，但係你哋喺場上面表達得唔夠清晰，因為咧，如果睇翻先。我唔記得邊個位啦，但係咧有一個位你哋就想講話，咁被動同主動即係安樂死有分別㗎嘛？咁人，但係你冇解釋清楚個分別係乜嘢，而我覺得個分別係重要嘅。點解？因為對方因為講嘅嗰啲病症未必一定係死嘅，佢因為講嘅意思係話佢係延續佢嘅生命，佢未必會即刻死，佢可能隔20年先死，但係佢過程之間會。佢過程之間，但係你講緊嘅嗰一啲嘅病症，係佢本身已經確定咗，即係講緊佢可能係一個植物人咁嘅樣，可能佢連知覺都冇，即係呢一個先係嗰個分別所在。而點解呢個即係點解呢個分別咁重要？就係你嘅立場啦，你覺得應唔應該有證據？我哋見下先，係可以噶嘛？因為樣嘢係啦，所以你就要解釋清楚個分別係啲乜嘢。係咪？因為對面講嗰啲同死亡係差好遠，你講嗰啲係佢可能隨時已經會死嘅，對嗰啲唔係噶嘛，係咪？但係佢嗰啲係可能佢有20命，但係我而家就已經暫斷咗你，就已經唔俾你繼續生存啦。你嗰啲可能佢聽日就已經即係離去㗎啦。OK，咁所以係有好大嘅。而好啦，去到反方一啲，我覺得。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做得冇咁好嘅地方咧，我想問下你哋嗰啲舒緩治療係點樣行嘅？其實呢個我哋會當係一個，因為對面咧，如果報得好嘅高，即係話乜乜有慘，佢哋都係期咗佢哋應該4日金，所以就會用呢個舒緩治療嚟講有一個少少嘅法。咁點做嘅？佢係一個安寧治療咁樣，即係令到佢係最尾冇痛苦嘅離去。咁佢實際上做嘅啲咩先？我知你個每日佢做嘅啲乜嘢？止痛藥係有止痛藥，有止痛藥，會俾佢可以同即係安排佢同佢啲屋企人啊、身邊嘅人去告別啊。對面今日講嘅痛苦嘅前設係咩？人哋都係用緊止痛藥，人哋大話嘅止痛藥都係咁痛咯。咁所以你去到後場，你開始對面，尤其是我覺得對面嘅懷疑問得好。佢問：喂，而家啲人行完舒緩治療，佢都係咁痛苦，佢都想死喎。咁你啲舒緩治療點行會行得好喎？嗎啡啊！咁跟住你就出嚟答翻。咁今日好多夥伴都行緊舒緩治療，其實就冇咁痛苦。咁但係人哋問題冇乜痛苦。
佢都知你有宣傳，佢就係問緊點解你會做得好過以前，或者做得好過咁多個月。咁所以呢一個方面亦都係你唔全面，但係對面冇追啦，即係當然對面冇去追你呢一個位啦。我覺得如果你即係有今日對方係留意到你嗰個舒緩治療係咁口號式嘅時候，而佢係落嚟去追咧，其實你個處境就怪啲，因為對面今日主線其實如果佢再利用佢條主線得好啲咧，去主打呢個位咧，你哋就會相當之明嗰個處。而我都費事講咁多，如果你哋打呢個時代想問就即係自己過嚟同我啦。我最後想講嘅係兩樣嘢。我覺得咧，今日反結同埋正結嘅 approach 係應該有少少交換嘅，因為今日即係我覺得啦，反方你用你條主線係用得好好嘅，而正方咧係未能夠好有效咁樣回應到呢條主線嘅情況下，其實你嗰啲嘢已經唔順，你嗰啲搏都係一年出晒嚟，你快得出嚟，然後你結變再去繼續去做一啲反駁啊，咁樣不即係無限散打式咁樣去狂心指出咧，其實去到後面評判，可能即係你代入評判嘅時候，就可能都會開始有啲攰啦，即係又聽翻一樣嘅嘢。咁但係今日聖傑做得好嘅地方咧，就係即係聖傑有去嘗試去講一啲比較價值少少嘅東西，又或者講一啲故事嚟，你嗰啲咩三把鎖啊咁樣，跟住死亡應該係幾？其實你啲篇應該前兩節。OK， 反而今日你哋係喺嗰個主線上面，可能反方係佔一個少少嘅優勢嘅時候，你作為結員，你反而反駁到對面喺存住一個優勢嘅時候，佢就反而應該講多啲故事，想識多啲價值。係，咁我大概評語就去到呢度啦。最後講多少少我自己嘅活盡啦，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同業嚟，所以我覺得一場比賽裏面我會咁樣判定輸贏嘅，就係我聽下可能一方有佢自己嘅優勢劣勢啦，即係每一方都係咁樣點樣。劣勢係必然存在，優勢都必然存在。你點樣去運用你嘅優勢運用得好啲，同埋去有技巧咁樣去防守你自己劣勢啲嘅地方，係一個練技上面嘅處理會做得好啲。咁我就特別係呢個歐陽俊英先啦，我哋最後就請郭俊先生。先多謝我哋邀請啦，分享雙方啦。其實諗點樣講呢題評語之前咧，我琴晚係咁樣講，因為安樂死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偏敏感嘅議題，而對一個好情感好豐富嘅我嚟講，我係會想象到好多唔同嘅畫面。因為我琴晚我睇資料嘅時候咧，我諗起安樂死嗰篇新聞係講話咧，一個唔記得係美國唔知乜地方病人死之前，佢如何去走上安樂死嘅情況，跟住咧。對於嗰個 case 係而家我想 share 嘅睇法先，佢喺度會其實不斷喺度講話，我唔想死，我不過佢怕嘅係乜嘢？佢怕嘅係咧，去到差唔多死嗰下，嗰個絕境嘅痛，即係嗎啡啊嗰啲，佢嗰啲幫唔到其實好怕咧，冇一個睇睇面面道別，好怕咧，佢冇話嗰條一個嘅為健康嘅嘅考慮。咁所以咧，佢喺度踏入美國啦，踏上嗰條血水時一個安樂死之路。咁所以咧，佢就其實不斷咧都會考慮咧，我可唔可以即係咧，佢不斷咁轉嗰啲嘅交通工具啦，佢最後到瑞士之後咧，其實佢最後一個定嘅死期咧，本來係禮拜五，但係佢嘅痛楚、個絕境嘅痛楚不斷嘅加劇，所以最後佢選擇咗停咗佢嘅死期，對自己係一個法律嘅。咁所以我呢位我想帶出嚟嘅係乜嘢咧？正先講正方嘅評語3點，第一點係你今日你嘅受眾係咩人？你今日咧，你嘅受眾係好清晰，你即係已經有講到，你首先嘅活期啦，跟住你係一啲冇回應嘅治療啦，換言之係你打啲嗎啡幫唔到佢，你同佢做 cancer 嘅做化療啦，做標靶做乜嘢都好咧，佢都係咁嘅樣攤咗喺度。咁所以咧，去到一刻佢攤咗喺度，佢想做啲乜嘢佢都做唔到，佢嘅自己表現唔到嘅時候，你究竟你幫唔幫呢一班人？呢一個受用。咁所以咧，凡方今日咧問咗你好多嗰啲咧話咩你？depress 嘅你先唔俾佢死啊，跟住佢唐氏嘅俾佢死啊，咁啊呢啲嘅例子咧係咪係得你 stop
第啲嘅學子佢咪去到去可能自療唔到啦，但係個 case 咪講緊末期病咧，佢有佢嘅自主意識啦，佢生存到啦，又受夠腳啦，佢可以實踐自己嘅，即係做自己想做嘅，至少你係行到出街啦。但係今日講緊呢班末期病係完全都唔配合，即係咧人哋去諗嘅係你講緊末期病治療服務包啲咩人咧？唔知對啲腎可以靠一大裏邊全部都可以用嘅，咁咧你需唔需要花咁大嘅呢個數嚟測我覺得唔使嘅。如果更好嘅情況係你要攞翻你自己本金嘅去測到你某一兩個例，我哋今日攞呢份嘢根本就唔係我覺得我想幫到你。咁即係呢個係嘅接受咗嘅問題啦。咁即係而我覺得長性最大問題咧係呢個位你唔明白，跟住你幫我想做啲咩嚟嘅。但係我覺得今次方面實幫太問題 ，just 佢哋都有啲實驗啦。但係至少你嘅受眾，你要喺乜嘢 scenario 下你先俾個安樂死，其實係冇乜嘢大問題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會係直接答，就揀一兩個例子，你就容易答直接答咗佢，咁會對你嘅當幾得好，即係你會後場嚟嘅種感覺係好似所有嘅人打晒。咁但係唔係你條線係可以處理到呢啲問題，我嘗試答。所以第二個問題啦，啱講一個嗰個睡虛睡至尋死個短路嘅例子，咁樣講緊係乜嘢咧？我覺得整場咧，你哋係對於佢嗰個安樂死嗰種嘅生產咧，你係極度協數到。但呢個明明應該係你成方最大嘅優勢，因為今日講到絕境係我哋呢度在座位所有人，我諗都唔會經歷到嘅嘢。咁所以嗰個絕境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案。咁我哋咧，佢哋自己咧點解做嘅？佢心入邊佢真係好似頭先講嘅話，佢想死，跟住就死嘅，咁都係有嘅。有呢啲例子嘅話，我都嚟讀史去算啦。咁係有，咁啊更多嘅係佢將佢走定其實佢內心係真係冇真晒嘅，唔係嘛？例如你會諗嘅係你身邊嘅人啦。例如我想同我哋身邊嘅人去道別400拜。咁我想睇啲嘢去交流清楚，我想同佢哋講一啲好感性嘅説話，即係話下一世就對屋企人之類嗰啲，你想講啲説話。又或者你覺得可能都會覺得自己係一個婦女，例如有一個攤喺度，屋企人就為你攤呢個人喺度咧，屋企人就為你唔開心。咁你睇睇面地真係一個完美嘅 end 書。咁即係呢啲畫面其實應該有更多嘅數據。我覺得即係我哋應該最前邊，我哋應該開始用呢啲例子會睇睇你今日嗰個安樂死點解你個房得嗰度點解你咁想幫呢班人？因為本身係天係冇辦法有佢嘅自主意識，佢嘅能夠稱為一個人咧，生而為人，你要有你嘅，你有做自己嘅嘢，你有你人，但係其實佢冇嗰個就係攤平。你日日喺度學打完把車之後，你3個鐘嘅效果其實同咁呢種心不如，即係人似人嘅生活，咁係咪一種專業或者專業嘅體驗？所以我覺得呢啲嘢值得翻好佢嘅篇幅嘅數目，而好可惜嘅咧，整場比賽咧經常冇，咁就好可惜啦。因為你個問題最令到係你完全數到唔到，點解呢班人佢咁絕境？同反方去講嗰班人零至一波呢個好可惜。咁第三個係一啲戰場嘅處理。咁喺場上面咧我覺得你俾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所有嘢都避啦，啱先講咗。咁你個問題係咁對講嘢咧，係全部都要做個例子之後嘅，或者唔係咁係咯。咁係，我會分3點去處理。我覺得相當有共識嘅係有位有分歧嘅係痛苦。嗰種痛苦係嘅，你今日每人嘅定義苦，佢哋嘅痛苦係嘛？呢個啱先講咗唔多講。第二樣嘢係選擇，其實咧反多深刻係有啲選擇可以嘅。因為你今日你開嘅2個安樂死定義，咁雖然我第一個係唔翻嘅安樂死啦，我都停止為生治療嗰 part，因為我覺得呢個係直接命啊，即係去到死嗰下咁就唔夠啦，佢真係你唔撳佢個心就會死啦，你個病啱唔撳，所以你 OK，咁呢個係停止為生治療，我唔翻個安樂死啦。咁啊深刻呢樣嘢就係你係有啲，最後你嘅生命想如何地去終結，你係有選擇。咁所以咧，反多深刻嘅同時咧，個分歧係在於你俾乜嘅選擇去揀，而安樂死呢個先係分歧為乜？所以反安樂死就係安樂死跟如何先可以安樂死啦。跟住安樂死嘅嗰個掙扎咧，係真係生死存亡嘅一個決定啦。對於其他唔同嘅人，醫生家出嚟講，你要而家去做一樣嘢啦，好多 question。咁但係自己你嘅嘅角色分歧咧，可以解到。即係選擇呢位之後，你反過嚟睇到道德嘅問題嚇。即係我諗呢個賽事，大家如果係一個道德嘅價值討論啦。咁所以我會思考咧係，首先第一樣嘢係人專業地生活。
咁如果你係臨死，都知道自己臨死啦，你攤出床度俾人點名，呢個係一個有專業失嘅小覺得係。咁第二就係覺得醫生嘅覺得醫療嘅覺得係咪真係為夠咧？即係佢攤咗喺度，我哋日日一就俾啲錢俾啦，啲療法啦，私家商業化都唔得，我都死唔放入，我話不如再試啦，你試咗藥啦，有啲機會得嘅，結果咧佢都係唔得，佢都係醫唔翻。咁呢一種係。其實對於無論我諗對於無論病人咧醫生嚟講，呢個一個無止嘅情況，因為醫生固然都想講翻病人，病人都想治療翻，但係你不斷地醫不斷醫，只有冇嘅度都未得，好似咁樣講治療是沒有嘅咧，係呢度。咁你嘅醫生應該最重要嘅嘢係想幫個病人，令個病人。咁真係為夠有係臨死搓翻成佢，係咪一個好嘅得咧？咁你值得思考另一方面係，咁喺你嘅話嚟下你對呢啲成個。醫療或者啲生死喺你嘅學習入邊，有啲人嘅一生佢應該係如何嘅開始，如何嘅終結咧？我覺得你比較多時間。咁至於喺度發方啦，我覺得事情係出好嘅。我賽前我都會預期，其實我都會預期你哋會呢條線啦，因為我會好奇係，就我覺得啲 practical question 要問啊，我覺得係把問題係啲正方處理到咧，嗰啲不同的問題是要處理。咁我會諗咧係安樂死呢樣嘢喺你反方底下，其實你焗住心花點反佢。咁我會諗點樣反對咧？因為我唔係宗教學嘅人啦，我完全唔識嘅，我唔咁即係我都喺賽前都有試下，但係佢哋長我覺得係都唔得嘅。咁啊，純粹有兩個方面嘅醫生上俾你哋。咁一個方面係病人佢會反悔，因為聽到你哋講話有50%嘅病人會反悔嗰個例子之後咧，我會諗嘅。咁即係你哋長期嘅處理14日都會有個掙扎。咁但係我會試下更加多嘅係，因為呢個掙扎喺呢個心思上面決定，而啲實際執行上面喺個社會嘅，你唔係真係能夠確保你呢個決定係深思熟慮嘅咧。即係例如上，你有你多啲資料都會講，例如上市嘅話，其實係就係太自然、太容易啲人嗰度死。咁就係有啲嘅決定係佢冇問過屋企人，冇深思熟慮，冇問相其他，其實係完全做到呢個決定法。咁咧，正當佢當然有包括我哋都要屋企人要知情嘅。咁但係至少特別聽實呢個明文有服務你嘅屋企人係真係知情咧，因為係有例子啊。我唔記得好似有係美國咧，好似又係美國，我唔記得啦，嗰陣係見醫師嘅，就見到有一個嘅50幾歲嘅媽媽，因為產後抑鬱啦，咁最後咧就係佢冇同屋企人講，佢到咗嚟到咗瑞士，結果2日之後咧寄翻嚟咧，佢就收到個骨灰，嘅骨灰一定要唔係一個灰嗰啲樽度嘅，係一個普通嘅啡色膠桶。入面有啲金色嘅爛嘅嗰啲嘅標誌，咁即係呢個係我都睇完你死亡啊！咁即係實際上，我再翻去個嘅問題係，根據實際上你係咪真係確保個病人有無源頭負嘅？佢家屋企人、佢身邊嘅人知道，佢真係確保佢呢個決定呢個心思熟慮嘅。即係其實呢一個係你傳達嘅重點啊！其實呢一個掙扎，對於每一個人嚟講，佢都可以係一個回報，都係一個好難去做到嘅事情。即係你喺現行嘅聽法，你要玩一個清晰價值定得，而且你都玩唔到個清晰價值。所以我第二點啊，咁就係醫生嘅困難加嘅嗰個情緒，咁你點樣去應對咧？對於醫生嚟講，其實喺呢個係少少嘅主觀嘅感覺啦，我會覺得係人係一個有情緒嘅部分。咁即係如果一個醫生佢同個病人講，你要考慮你嘅實驗，我覺得呢個嘢係好難講錯，至少呢個我嚟講，我死喺一個我曾經喺度有上病嘅，我有一排喺過都試一段嘅時間係情緒係非常之波動。咁我嗰刻都會諗，其實會唔會做緊一朝話佢一了了之跟算嘅？咁對於我嚟講，我個人先得錯，我冇勒索錯。咁分別定唔落算。咁所以你會諗嘅係，如果呢個人嘅掙扎，其實你係會反覆嘅。所以其實嗰排嗰時重光嘅個 period 大概。我諗我 last 過半年啦，咁之後我就基本上都叫似翻個型咁樣，都幾彩喺度啦。咁即係 which 其實真係好。咁你醫生嚟講，你點講出口咧？同佢講你冇得醫㗎啦，咁點樣講出嚟嘅？你明唔明啊？其實呢個就係你如果跟住你係花啲嘅數據，因為你講咗好多啲道德嘅嘢，咁但係我覺得呢個嘢都甚至攞個 practical 層面。你先會更加體驗到嗰個道德嘅掙扎嗰個問題喺邊度嘛？咁所以我會覺得係對於反方係有啲嘅
反常性，你啱啱先響象喺嗰個實際不能上邊，你點樣去做安樂死？因為你傳統打嘅 check 嘅問題嘛，因為真係實際你要講嗰句啦，咁就玩呢個平台咧，真係好多時。因為對於雙方大賽嘅好多種地方所講嘅先係。變化明瞭，感謝3位評審寶貴意見，又為大家宣布賽果。地質界調咗初學界辯論賽初賽，今日嘅辯題為點講應將安樂死合法化，由正方聖公會林護建中學對反方聖東華三六7小民中學。首先為大家宣布今場賽事嘅最佳辯論員，最佳辯論員為反方義務嘅加網。今日賽果將以票數不勝負，比賽結果為0-3，由反方東華三小民中學勝出。賽成績恭喜大家。按照實際嘅技能，唔中的負係需要按水身去安嘅。